各位網友啊，今集我諗你聽之前呢，先放低一個你一直以為好重要嘅問題啦，就係秦始皇究竟係咪呂不韋個仔？我可以一開始就講清楚啦。呢條問題我已經排除咗，唔係因為我覺得呢個講法唔刺激，而係因為就算答案係真或者假，都解釋唔到秦始皇身上真正奇怪嘅地方呢。秦始皇最詭異嘅，從來唔係佢出身，而係有一大段理應存在嘅歷史被完整抹走咗。7、8年前我講過一本書叫《秦迷》呢，嗰次對我嚟講真係 open up 咗對眼啊！因為佢唔係話你知某某人其實冇死，某某其實係假嘅，而係直接問一條好恐怖嘅問題：點解有啲歷史本來一定要寫，但偏偏完全冇寫呢？我自細讀秦始皇、讀戰國史，其實一直有種唔舒服嘅感覺，就好似你睇一幅畫，畫面好完整，但中間偏偏少咗一塊，你唔知少咗乜，但你知道一定少咗。第一個問題就係秦始皇嘅皇后係邊個？一個統一六國、建立皇帝制度嘅人，史書竟然連佢嘅皇后係邊個都唔記得寫，呢件事本身就已經好唔合理啦。第二個問題，扶蘇係邊個生呢？扶蘇唔係普通王子啊，佢係長子，係公開繼承人，係全軍全國士人都認可嘅未來皇帝，但史書對佢三母一個字都冇。第三個問題亦都係最要命嘅，扶蘇點解會自殺？你要記住一個前提先咧，扶蘇當時咧唔係喺咸陽，佢係喺邊關手握30萬精兵，身邊係蒙恬，係秦國最有威望嘅將軍之一。你話如果皇帝死訊一傳開，全國會聽邊個？唔係趙高，唔係李斯，一定係扶蘇啦。但係偏偏佢收到一紙詔書，就選擇即刻自殺。呢個行為唔符合政治，唔符合軍事，甚至唔符合人性。除非佢知道一啲我哋而家唔知道嘅嘢呢。再嚟一個問題，呂不韋倒台之後，秦國丞相係邊個？你翻史記，你會發現一件好奇怪嘅事。呂不韋之後，直到秦國準備統一之前，中間幾十年，丞相一欄係空白嘅。唔係冇人做，而係冇人可以寫，連司馬遷都唔知。所以我會話呢啲歷史唔係自然遺失，而係俾有系統清除咗。要解呢個謎，我哋一定要退後100年睇，退到秦始皇未出世之前呢，甚至退到佢阿爺都未出世之前呢，我哋要由秦惠文王講起。秦惠文王係秦孝公個仔，而秦孝公係將秦國由一個邊緣小國徹底改造成戰爭機器嘅人。商鞅變法唔係改革，係清洗。太子犯法，依法要死，死唔到太子就各被強刑，落喺皇族身上。嗰一下斬斷嘅唔係鼻，係舊貴族對國家嘅壟斷。秦孝公死後，太子忌繼位，成為秦國第一個正式稱王嘅君主，就係秦惠文王。而秦惠文王在位期間，發生咗一件後世完全低估嘅事，一個石碑出現咗，後世叫佢早咗文。呢唔係普通碑文，係祭祀用嘅政治詛咒。內容係乜？唔係講戰功，唔係講祖先，而係直接向神明宣告楚國必亡。呢塊碑最恐怖嘅地方唔係詛咒，而係佢記錄咗一樣被後世忽略嘅事實。秦同楚本來係世代盟國，由秦穆公開始到秦惠文王之前，兩國政治婚姻21次，你嫁我女，我娶你女，幾代人交織埋一齊。點解會咁？因為秦同楚有兩個共同點。第一，
佢哋都唔係周朝正統分封。第二，佢哋有共同敵人晉國，所以秦楚聯盟係一個地緣政治必然結果。但問題出現喺邊度呢？漢中，當秦同楚同時向漢中擴張，邊界一接觸，盟友就變敵人。於是呢，外交史上最毒辣嘅人物出現，張儀。張儀唔係單純嘅騙子，佢係一個極度清楚人性弱點嘅政治操盤手。佢離間楚齊，引誘楚懷王用600里相於之地做禮，逼楚國同齊國絕交。屈原呢極力反對，主張聯齊抗秦，結果被流放。楚國自己斬斷自己唯一嘅盟友，而當楚國反應過嚟啊，發現600里變6里已經太遲啦。丹陽之戰、藍田之戰兩場大敗，斬首8萬，楚國由盛轉衰。而呢一切都係為下一個階段鋪路。秦惠文王死後，秦武王即位，又迅速死亡，秦國陷入內戰。而真正掌權嘅唔係任何一個男人，而係一個楚國女人。八子後來嘅孫太后，楚國後宮勢力，正式進入秦國權力核心。而呢條線就會一路延伸，去到異人，去到趙國，去到呂不韋，最終去到秦始皇。講到呢度，你已經會開始發現一件事呢，秦國嘅歷史其實由秦惠文王之後就慢慢出現一個好詭異嘅現象。男人喺前台做皇帝，女人喺後台做皇帝。秦武王點死嘅？大家都知啦，舉鼎斷腳，傷口感染，好快就死咗。重點唔係佢死得蠢，而係佢死得太乾淨，冇兒子，冇指定繼承人，等於將成個秦國嘅皇位直接丟入權力真空。而呢個真空唔係俾群臣填補，係俾後宮填補嘅。你要記住一個關鍵背景啦，秦惠文王嘅正室同秦武王嘅皇后全部都係親三晉勢力，親魏親韓。而另一邊，秦惠文王有一個妃嬪，地位唔高，封號只係八子，但係佢有一樣嘢，其他人冇，佢姓屈。咁係乜嘢？係楚國嘅國姓，可八子係楚國貴族，佢個仔就係公子職。而當時公子職喺邊度呢？唔喺秦國，喺燕國。點解會喺燕國？因為戰國時期公子做人質係政治常態，而最諷刺嘅係，正正因為佢唔喺秦國，佢先至有命坐上皇位。秦武王一死，秦國即刻內亂，幾個公子爭位，每一個背後都代表一股勢力，親三晉嘅、楚系嘅、舊貴族嘅、新軍公派嘅。而喺呢場亂局入邊，最冷靜、最狠、最清楚方向嘅，反而係一個女人。八子佢知自己最大嘅優勢唔係名分，而係血統同外援。佢係楚國人，佢有楚國做後盾，而且佢唔係一個人，佢有弟弟，一個同父異母嘅細佬叫魏冉。注意呢個名啊，後邊會再出現。當時趙武靈王其實係想搞亂秦國，所以提出將公子職送返秦國，名義上係威國繼位，實際上係火上加油。但係啲八子睇到嘅唔係危機，係機會，因為秦國內部鬥得越亂，越需要一個合法而又安全嘅人選。公子職有幾個好致命嘅優勢。第一，佢係秦惠文王嘅親生仔，血統無可挑剔。第二，佢長期喺外國做人質，
冇直接參與秦國內部派系鬥爭。第三，佢背後係楚國勢力，於是八子聯合魏冉，再加上另一個弟弟，開始發動一場你喺教科書幾乎睇唔到嘅政治清洗。秦國內戰唔係一兩日，係打咗幾年，最後結果係乜？公子郅即位，史稱秦昭襄王，而繼八子就成為宣太后。由呢一刻開始，秦國進入一個極少被正面講清楚嘅時期。太后臨朝，宣太后唔係掛名，唔係象徵式扶正，佢係實權統治。佢控制乜？控制人事，控制軍權啦，控制封侯。而魏冉就係佢手上最重要嘅刀。魏冉後來封為昂侯，長期掌握秦國最精銳嘅軍隊。你要注意一個現象呢，由宣太后臨朝開始，秦國歷史入邊丞相開始變得模糊，唔係冇丞相，而係丞相唔再重要，真正話事嘅係太后同外戚。呢個就係點解後世史書會出現丞相空白期嘅真正原因，唔係冇人做，係冇人敢寫。因為你一寫就等於承認秦國有一段時間唔係皇帝統治啦，而係後宮統治。而呢件事對後來嘅秦始皇嚟講係一個必須抹走嘅污點。但我哋而家仲要繼續追落去。宣太后臨朝唔止係內政，仲有外交。你要記住，佢係楚國人。楚國喺丹陽藍田大敗之後，元氣大傷，但係並未滅亡。而宣太后正正就成為楚國影響秦國嘅橋樑。所以你會發現秦昭襄王早期嘅對外政策其實好克制。唔係因為秦國唔夠強，而係後宮唔想楚國死得太快。直到後期，秦昭襄王奪權成功，將宣太后同魏冉逐步邊緣化，秦國先至真正全面對外擴張。而呢個轉折位就直接影響到下一代，影響到邊個？影響到異人。異人係邊個？就係秦始皇嘅父親。異人本來叫子楚，但係秦昭襄王嘅孫。佢原本完全唔係繼承人，但佢有一個致命優勢。佢母親嘅背景同宣太后一樣，同楚國有千絲萬縷嘅關係。而且佢喺趙國做人質，又嚟一次。你發唔發現呢？秦國每一次權力重組，關鍵人物都係唔喺秦國嘅人，因為唔喺核心，先至唔會被清洗。而異人嘅命運就喺呢個時候同另一個人交織埋一齊。呂不韋，但呢度我要講清楚啲呢，呂不韋唔係做王者，佢係被歷史需要嘅代理人。真正決定異人可以翻秦，可以被立為太子嘅唔係呂不韋，而係秦國內部對楚系血統嘅重新接受。而呢個接受正正就係宣太后時代嘅遺產。所以咧，當秦始皇即位之後咧，佢要做嘅第一件事唔係統一六國，而係清算歷史。清算乜？清算後宮干政，清算外戚掌權咧，清算咗係影響。所以你先至會見到皇后唔記錄，山姆唔記錄，丞相唔連續。唔係因為唔重要，而係因為太重要，重要到唔可以留低。而扶蘇之死放喺呢個大框架入邊，你就會開始明白扶蘇代表嘅唔只係一個人，而係一條舊線，一條容許道德餘生合法性存在嘅線。而秦始皇要嘅係一條只有皇帝嘅線。所以
佢冇等，佢必須死，因為只要扶蘇存在，秦國就永遠有第二種可能。而呢個可能呢，係秦始皇最唔可以容忍嘅嘢。去到呢一步，其實成件事已經好清楚咧。秦始皇真正想清除嘅，從來唔只係政敵，而係一整套舊有嘅權力來源。而呂不韋就係呢套舊系統最後一個，亦都最方便被推出嚟祭旗嘅人。你要明白一樣嘢呢，呂不韋喺秦國嘅角色，由頭到尾都唔係一個皇帝生父。呢個講法只係後世用嚟簡化問題，同時妖魔化一個過渡人物嘅說法。呂不韋真正嘅身份係乜？佢係一個資源整合者，一個幫助異人翻秦，喺孫太后勢力退場之後，臨時頂上權力真空嘅中介。換句話講，呂不韋唔係主角，佢係必要存在。但係一旦秦始皇成年啦，親政，呢種必要存在就變成一個必須消失嘅證據。證據證明乜？證明秦國皇權曾經依賴過商人、外戚、後宮、外國勢力，而秦始皇要建立嘅二係一個全新模式，權力只能來自皇帝本人嘅。所以呂不韋一定要倒，而且要倒得好乾淨，唔止要倒，仲要變成歷史污點。於是你會見到後世史書入邊，呂不韋變成一個野心家、奸臣、道德有問題嘅人。但你細心諗下呢，如果呂不韋真係可以操控一切，佢點解會咁容易被逼退、被流放、被自殺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佢嘅功能已經完成，而接住落嚟就到下一步啦，清算制度。你聽過焚書坑儒啊？但你有冇認真諗過一個問題呢？點解要焚書？如果只係打壓思想，殺幾個人就夠啦，根本唔需要燒書。但係秦始皇燒嘅唔係小說，唔係詩詞，而係史書、典籍、記錄。燒嘅唔係思想，係記憶。因為只要記憶存在，就會有人記得。秦國曾經由太后臨朝，曾經由外戚掌軍，曾經由商人運作政權。而秦始皇要嘅係咩？係一個由始至終都係我嘅歷史。所以焚書本質上唔係思想控制嘅，而係歷史清洗工程。坑儒亦都一樣，坑嘅唔係讀書人，而係一班仍然相信道德高於皇權嘅人。扶蘇就係呢一類人嘅象子。你記住，扶蘇從來唔只係一個王子，佢代表嘅係一條路線，一條認同禮、認同法度、認同皇帝亦要被約束嘅路線。而呢條路線正正就係由孫太后之後殘留喺秦國嘅最後一絲舊秩序。所以扶蘇一定唔可以活。你話扶蘇點解會咁聽話？點解會自殺？因為佢面對嘅唔只係一道詔書，而係一個清楚到唔可以再清楚嘅信號。你代表嘅嗰個世界已經冇存在空間。佢如果反抗，就唔止係內戰，而係重新打開歷史可能性。而秦始皇係一個唔容許可能性存在嘅人。佢要嘅係唯一性、唯一皇權、唯一真理、唯一歷史。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秦始皇一生最用力做嘅唔係統一六國，而係統一時間、統一過去、統一而家、統一未來，令所有人都只能由始皇開始記憶。所以皇后係邊個唔重要，扶蘇山姆係邊個唔重要，丞相中間係邊個唔重要。因為只要你一追問，你就會發現
秦國嘅皇權曾經唔係咁純粹，而呢一點係秦始皇最唔可以接受嘅事。所以我諗你而家再諗翻最初嗰條問題咧，秦始皇係咪呂不韋個仔？其實已經唔重要咧，重要嘅係秦始皇係一個親手切斷自己所有來源嘅人，佢唔要父系，唔要母系，唔要師承，唔要制度，佢只要一樣嘢，我就係開始，而呢個先至係秦始皇真正嘅秘密。如果你中意呢種將零碎史料拼翻成一條完整權力線嘅歷史講法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啦。留言話我知，你最想我下一集拆解邊一段被抹走嘅中國歷史呢？